惠州睇二手房，好多人都係亂睇嘅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大多數人啊，只係睇房嘅本身，要了解咩嘢一竅不通，導致咧第一次買房嘅朋友買完先後悔。唔係咧喺嗰度踩坑，就喺呢度踩坑。今日呢條視頻咧，直接將睇二手房必問嘅10個問題掟俾你哋，照住問中介，就冇人敢忽悠你噶啦。等你揀房都揀得明明白白，盡可能咧唔俾呃。第一個就到咗小 K， 首先係問樓齡幾多，土地年限剩低幾多，物業費幾多，車位夠唔夠？有電車嘅朋友咧，仲要問小 K 有沒有自帶充電樁，可唔可以自己安裝充電樁？小 K 入住率點樣？小 K 係業主自住多定係咧租客多？都有咩戶型？如果中介同你講呢啲小 K 80%都係2房或者3房，我建議你果斷放棄呢個小 K， 因為咧你唔使諗，呢個小 K 大概率以後咧都係攞嚟出租嘅，魚龍混雜。第二個係睇樓嘅時候咧，一定要留意小 K 嘅衛生，左鄰右舍嘅素質點樣，就睇佢有沒有隨便啊掟垃圾門口，或者門口有冇一堆鞋，有冇雜物，電梯大堂維護得點樣，電梯有冇空調，超高層仲要自己感受一下電梯呢個速度快唔快，唔係高峰嘅時候咧，真係會急死人嘅。小 K 嘅游泳池咧係開放咧，定係咧唔開放？有啲小 K 游泳池入住冇幾年就光榮退休噶啦。仲有要睇下成個小 K 嘅外牆，有冇有呢啲凹凸或者裂痕？好似發現小 K 管理唔得嘅，咁真心建議你唔好考慮，因為咧房一住就係住10幾年或者幾十年，而家都咁差，咁以後業主出租租客多咗，咁小 K 嘅居住嘅體驗一定會更加差嘅。第三，睇樓唔少人都只係睇裝修，講唔定你睇到呢套咧就係串串房。串串房嘅危害大唔大？大家應該明白嘅。我前期嘅視頻都有講咗串串房嘅危害，要睇係唔係有居住嘅痕跡啊，或者咧揾人測試下，費用係200-300蚊，睇下有冇有夾存。仲有好多人睇樓重點關注嘅一個都唔關注，唔關注嘅都喺度關注。第一要睇陽台同埋主屋嘅朝向，最好係南向。第二睇陽台係咪係正七嘅。第三睇洗手間、廚房係唔係暗處暗位，尤其係主人房嘅洗手間好多都係暗位嘅，冇陽光冇通風嘅。將業主屋佢個燈關晒，如果係黑掹掹嘅，咁就唔好考慮啦。再將門窗打開，有風入嚟嘅就比較舒服，就冇問題。第五睇格局，如果有啲講風水嘅就要注意啦。比如咧洗手間對住嘅大門口嘅，有主屋有主臥床對住洗手間嘅，仲有格局唔方正嘅。第六就係陽台出去睇睇有冇有視野景觀點樣，樓下有冇有垃圾桶，廚房睇睇大細，洗手間睇睇有冇有乾濕分離，屋裏面咧有冇有窗，都要一一打開睇過先知道。而家窗對面有冇有嚴重嘅對視，睇到隔離屋嘅，一定唔好對住煙通。第七，睇完房覺得唔錯嘅，再去問一下中介費係點樣收，係業主實收呢？定係咧各七各嘅？房產證喺手上呢？定係喺抵押中？中介費邊個出？可唔可以代辦過戶？第八，仲要問清楚賣樓嘅細節，房東點解要賣？掛牌掛咗幾耐？中間有冇有降價？降咗幾多次？有冇有租房嘅人喺度住？問一下合同仲要幾耐？知道呢啲先可以知道房東到底係唔係誠心賣，從而為自己後面降價做鋪墊做準備。第九，仲要問房嘅性質，
房產證上面係7人土地呢，定係呢白地，用途係住宅呢，定係商業？冇買錯啊！自住一般呢都係70年產權嘅住宅，自己第一次買房最好呢先買嘅住宅嘅最好。第10，如果對房有意向，最好呢係叫中介提供一份稅費清單同埋辦理嘅手續流程，再揾其他中介攞一份對比一下，防止呢被呃或者俾中介亂收費，都可以留個底，以後呢過戶或者呢稅費收多咗唔規範嘅呢，你都有一個依據。呢啲問題記唔住嘅呢，快啲點讚收藏，點翻個 like。下次如果喺惠州睇二手房，直接攞出嚟對住問就啱噶啦。最後呢，喺惠州有需求幫手放盤嘅二手，或者呢想要買房嘅，都可以揾阿 Ken。阿 Ken 呢喺惠州做咗接近10年嘅地產，都開咗自己嘅公司噶啦。喺惠州買房驚俾人哋呃嘅，可以私信我。睇樓都唔收任何嘅費用嘅，大膽問，錯過咗就係你嘅損失噶啦。關注阿 Ken 喺惠州買房，幫你避坑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